为了要推广在地文化特色，新港文教基金会少年义工用新港乡5项农特产甲工艺品、新港五宝配合着在地妈祖信仰文化，设计互动的学习体验。那加这日本来的高中生做文化交流，也希望增加国际视野。向日本来高中学生紹介新港洪天宫內底新聞甲風俗，新港文教基金會少年志工哪行哪紹介，唔若講信仰文化，嘛紹介宗教藝術。咱會講到離洪天宮內底所有的工業藝術品，親像石雕甲木雕，佮有彩繪、家己燒，佮有展覽。為宗教信仰做起點，新港文教基金會少年志工，佮結合在地農特產品、生活工藝甲食食文化，設計導圖或者是趣味的遊戲，讓日本學生來體驗新港的在地生活。有少年志工講，因為這個活動嘛，讓因對家己的故鄉有新的認識。透過這個活動，我家己咧準備的時陣，愈熟悉咱家己的故鄉新港。我上歡喜的就是咱會當熟悉足儕日本朋友的。我感覺這攏會互咱的囡仔成長，看到未來和世界的一種交流的方式，嘛互日本囡仔較了解咱家己新港的文化。新港文教基金會表示，這個少年志工為着要準備文化交流的內容，開真濟時間來整理資料，佮用因少年人的創意甲方式推廣予國外的朋友，互新港在地人文產業甲風俗文化，會當用新的想法繼續來延續甲保存。記者林慧婷，家己報道。